伴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香港4邑商工總會陳南章紀念中學嘅參賽隊伍。我係殷子希，我係呂維健，我係陳樂，我係麥天后。今日我哋會介紹我哋嘅作品《屯風破浪》。我哋嘅創作理念主要圍繞住3個方向，第一個係仿生外形，第二個係點樣令到仿生外形成為一個可行嘅航行器，同埋一個創新嘅用途。首先，屯風破浪嘅結構呢，就係由3個推進器、底部一個收納空間同埋一個鏡頭組成嘅。我哋參考咗牛角商船嘅身體構造，我哋畫咗一個5角形嘅立體機身，完美模仿咗商船多角形嘅骨質盾板，同埋佈滿咗小點，模仿商船嘅皮膚。你可以見到機身下邊有一個小口唇嘅設計，頭頂仲有2支標誌性嘅長擊尖鋭角，連背鰭同埋團鰭嘅位置都有模仿到牛角商船嘅身體結構。只要成為可能嘅航器，先從浮沉控制方面講起。我哋喺航器中心安裝咗一個垂直嘅推進器，根據牛頓第一定律，當作用於航器嘅浮力低於重力時，正力為零。沒有外力情況下，航器就可以喺水面保持平衡。當垂直嘅推進器提供動力時，就可以控制浮沉啦。咁講到機動性，我哋將生物特徵同埋物理結合，喺航器嘅兩旁設有獨立推進器，代替原本嘅空氣。通過調整左右兩邊嘅推力大小，我哋可以輕易控制轉向、前進、後退。如果我哋令兩邊推進器以相反方向產生推力，航器仲可以做到原地自轉，令佢喺狹窄嘅空間入面擁有極高嘅機動性。為咗增加航器嘅穩定性，我哋喺機身中上方兩側設置咗水密艙，透過將重心設計喺中心，配合中上兩度雙方嘅浮力力矩，令到擎風破浪喺航器時唔會輕易翻側。今次比賽嘅任務，航行器會採用半密封嘅設計，底部裝有幾條塑膠帶，可以將目標球帶入底部嘅空間而唔容易逃脫。機頂同機底同時都裝有一個鏡頭，方便查看水底嘅密碼同埋對準目標，然後去捕捉。喺製作方面，我哋會用立體打印技術製作機身，同埋用 PLA 塑膠打印。水密艙就會用防水食物膠盒組成。最後，我哋希望呢部擎風破浪唔單止可以用嚟比賽，我哋構思咗一啲創新用途。牛角商團嘅主要棲地係近海珊瑚礁，擎風破浪可以利用佢呢個仿生外形去近距離觀察海底嘅珊瑚，以及研究雙擎嘅習性。除此之外，牛角雙擎嘅機動性亦可以喺狹窄嘅水底環境執行工作，如水下管道的檢查同維護。我哋介紹到此為止，多謝各位。